精进修持正法，弥勒瑞巴遵旨那样苦信之，那样苦信之精进的什么？释经在印度和西藏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应当从内心对这些因果不虚的，对这些业力因果的要点升起诚信，并法实验，随时随地乃至细微的善业，也因与三殊胜摄持而尽力行持，顺于命难，也不造什么，也不造极细微的恶业，重于命难，也不造什么极细微的恶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莲花生大师也是平常就有对我们说过的，平常的时候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修行普通的一个修行，平常好好的时候就像一个修行人的形象，看起来都是很好的，说话也比较温和，做事情也比较没有什么造业什么等等的。那有的时候就是开心的时候也是去帮助他人啊什么等等的，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自己就是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那就完全放下一些，忘记全部那么不知手段的去，不知手段的，是不是？什么叫这个？不择手段。不择手段的，手段还是手段？手段。手啊，不择手段的去造业，对不对？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贪图名望，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是不是？那所以就这种来说的话，那就不是什么修行人，变成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那些造业者。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无论是好的时候也是修行人，无论是不好的时候也修行人。有些人一开始呢就是接触佛法，相信佛法，烧香拜佛，然后甚至做一些供养布施，然后也是做一些功课等等的，顺利的时候就很开心，健康的时候也很开心，都想顺利应该也是佛菩萨帮忙的，然后健康应该也是佛菩萨帮忙的。今天有任何比较开心的事情，都是说佛菩萨帮忙的，阿弥陀佛上师三宝的加持很大，会有这样想。但是稍微有不顺利的时候，或者是连续不顺利的时候，那心也乱了，佛菩萨也忘记了，观音菩萨也忘记了，阿弥陀佛也忘记了，上师三宝也忘记了，对金刚师兄也不产生嗔恨心的话，也是已经是阿弥陀佛了。那种的话就很麻烦所以就我们必须得坚持是很重要的。入度波罗蜜当中，精进心、忍辱心都是很重要嘛，对不对？没有忍辱的话，这些都是扛不起来嘛，这扛不住嘛。所以就人生的一切变化是业力因果，是过去的业力这不是什么就是今生什么样子，所以就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并不是你做的这些功课跟修持的法门这些不殊胜，都是有业力因果的。菩萨变成最后的一世都要解脱的时候，也是感受很多病的痛苦等等的这些果报嘛。那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既然你是一个修行人，你接触了佛法，但是不要说是生生世世，你今生在所自己的在内心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恶的念头跟善的念头，这样的分别去看，今生所造的业力都很难说都消除清净，那么就更不用讲生生世世。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好不容易就有殊胜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比较怎么说呢顺利的事情发生，开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想这些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可以这么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好的部分，所有的善，所有的幸福跟快乐都是来自于善所以所有的善都是以佛的加持，你有一个这样可以造善或者修善的一个机缘，不管是你在任何一世，所以你就知道佛菩萨的加持是对的那么在所有的不幸福跟不圆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知道自己过去的业力是没有错的，事实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情况下，这样事实的这个道理知道了以后呢，人就会面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容易的，可以想得通的。这就你就陈述能力是会增加了很多。因为什么呢？有的人就是有陈述能力的区别是什么？事实的道理知道与不知道的，就这个上面。所以很多人就是发生一些不幸福的事情的话，他只看到眼前的问题，根本就不知道生生世世业力因果的情况下，他都想不通想不通的情况下，那就是陈述不了。如果是你知道这都是生生世世自己所造的业，今天如果是有一个人冤枉你，你也实际上你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这也不算是什么冤枉你今生没有这样的罪，但是应该有生生世世有这样的罪所以就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今生跟生生世世都是一样的，过去的每一世每一界你造的业，今生就是变成你要感受这个罪过的话，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心里很平静不会想不通不然的话就是你就如果是今生你就今天你根本就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他就是倒过来就伤害了你，那你就想不通嘛，你就会想为什么这样，我一定会报复等等，有这种的想法嘛。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你就知道生生世世不是今生也是过去，我应该有做过这种事情有伤害过他人，所以今天倒过来，我要能够可以这一世当中很轻易的，我就把圆满了这个过去没有换完的这个灾就换清了，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不要去想报复或者是怎么样的去讨一个公道，我就只想好好的回向，然后就只想好好的去把这个过去的没有结束的这个业怎么去圆满，往这个方面去考虑的话，那你心里面就轻松多了，而且事情也是会变得就更美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的这些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哎呀，到哪里又忘记了。早晨起床。好，早晨起床是。早晨起床，哎呀。上次可以再讲一个，上面随时随地乃至细微的善业，也应以三殊胜摄持。三殊胜可以再发心、正心、回向。对。谢谢。早晨起床时，不要像牛羊从圈里爬起来一样突然站起，应在床上自息悠然放松向内关照自相续，昨晚的梦是善是恶，如果是梦中显现造恶业，应升起后悔心并进行忏悔。若梦到行善，则应升起欢喜心，并将善根回向给众生。观想发心，我今天为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尽力修持白业善法，尽力断除黑业恶法。晚上睡觉时也不要于无意念中平卧而睡，应在床上平稳安坐，
如前一样观察思维一样。我今天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修持了什么善法，若成办了善事，因升起欢喜心，并为一切众生获得佛的果位而回向。若造了恶业，因想我实在恶劣，今天依毁了自己，这样升起后悔心，诚心忏悔，并发誓言，从今以后再不造那样的恶业。我们应当随时随地不离正者正念，对于内外七情的一切显现，不以贪执为坚固实有，应于无时如幻的于物中修持自心，使自己的相续恒时安住于善法和正道之中，想什么？调顺自心。调顺自心。这些不用特别多的解释，大家都听得懂了啊。这以上归纳总结了修4种厌识心，这个以上什么？以上归纳总结了修4种厌离心的中心要义。厌离心的中心要义，如果能如实行使，是吧？是。得做。如果能做到那样，好，前面讲，做任何善事，自然不离三殊胜。如颂云：善人如药树，一比胜一切；恶者如毒树，一比毁一切。好，那这个上面呢，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平常呢就是环境是很重要，朋友是很重要，尤其是2个朋友之间变成自己比较挺差的时候，先必须要观察他的一切善跟恶的行为，这些，那实际上几乎就不会有什么就是一切善的那些朋友，几乎可以说是找不到的。所以呢，就必须得在朋友也是一样的一个尊敬是需要的，但是一个保持一个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修持佛法是很重要。因为曾经我也是给大家常常讲，尤其是变成了金刚师兄以后，不要变成特别密切的朋友，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不好，好的时候没有事，但是不好的时候就造业。不像这个世间上的普通的朋友，那对于一个世间上的很多的朋友很普通的朋友来说呢，他也是一个众生。你今天对他做朋友很好的时候很好，但是你今天说他不好的时候，就是一样的造业，所以也不好。但是尤其是在金刚实相当中，那就更加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来说的，大家必须得以后也一样坚持一个保持美好的一个距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善人以自己的堪忍立时与他结上缘的人，内心转向正法，并且自他的广大善业将越来越增上，生生世世不会堕入恶趣和邪道，并将获得善趣人天的殊胜身体，甚至这样具法相的补特伽罗，无论安住于何处，所在之处的人们都会行善，且诸事吉祥，众天人也会经常护持。虽知因果差别，然信若；虽闻众多正法，然未修。
我以如我恶性重有情，自心与法心与法能相应，其加持。那这个以上呢就已经是是处理心的部分都已经圆满的讲解了。那么这边就是宝智仁波切所讲的这个最后的4句呢，就是虽然了知了因果，但也是没有特别的相信然后虽然听从了许多的教法，但也不实际的去修持。我和我一样的这些相当就是犯错误的众生，相当就是已经非常殊胜的地方呢，就是没有珍惜，然后就是又失去了一个非常殊胜的机会的那些众生，然后他祈愿呢，就是法与心能够可以再祥和。那么这个意思来说了，就佛法真正的入在自己的心里才是有用，所以佛法没有进入自己的心相续的话，就没有什么用。所以宝智仁波切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那个谦虚的。那么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在这里，并不是说我是什么样子，你们是什么样子，没有这种的区别，都是说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宝智仁波切一样这么有成就的一位上师干，那么我们普通的众生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比较的，完完全全都不是一个怎么说呢？同样的人，但是呢，他都是这样。就非常亲切的对一切众生非常亲切的，都是讲我们或者是我和我一样，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来说到，就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我们应该要更怎么说呢？那个相续当中更要忏悔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这样去修？我们虽然知道因果的道理知道，而且知道因果不许，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到善是因果，这个是非常重要。诚信因果，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自从学习佛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能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听说过因果是虚假的，对吧？最起码从这个角度来看，每天听到的，每天看到的都是因果是真实的，不虚假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做到诚信因果的部分，这是重点。所以第一句话，虽然因果分为人什么性弱我们因果的分别这些方面是知道，我们也是有学习过，但是对这个方面的诚信是很弱嘛。然后习闻众多正法，然后什么？且未修。听闻过很多的佛法，很多都是正法，但是没有去真正的修持。没有去真正的修持是我们今天讲过的嘛，并不是说有没有做功课那些也是没有错，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听过的这些部分，就像那个格西班公家一样，或者是张三张开就是波罗蜜张开一样，他们的这些方法，他们的这些窍诀有没有去用，有没有去使用过，这些是重点我们没有去使用过这些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听做的这些是没有太大的用没有太大的用我和如我恶性重有情恶性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的众生，所以从这个中文里面翻译出来的话，所谓的恶是相当就是造业的人嘛，对不对？但是这个藏文里面所讲的不光是造业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那个失去机会的，失去造业，而且是造业的话就失去解脱的机会嘛。所以很可惜的，而且很没有用的人，是很没有用的人，不光是造业的人。因为既然获得了这么殊胜的一个因缘，能够可以真正的解脱，能够可以今生得到正等觉佛果位的这么殊胜的教法，都是在自己的手中，但没有如实的去修持，所以呢，这就是相当就是我们从一个实践人，从金钱的角度来说，所有的人们都是对金钱是很重视嘛，对不对？那你今天到了一个黄金的一个山，一座山的前面，那你去了看了，你知道这都是黄金，你就看一看摸一摸，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主人你都可以随便拿的。那你去了看到了无意之中你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宝地，那你一点点的黄金都没有拿回来，你就返回来的话，你会是怎么样的？所有的人都会对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你再也没有机会再去那个地方了，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只有你一个人去，然后你返回来也是空手的返回来，返回来的时候你笑笑的回来，但是所有的人会不会对你笑？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解脱，但也是没有好好的去修的话，那这是不只是一个造业，是造业当中的一个最没有用的一个人，就是更是造业的一个人，更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说所有的众生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更加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有下面人生的人不好好的去修持的话，就更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他祈愿心佛法入心，佛法呢就是入进我们所有的人的内心，才是最大的帮助，所以最大的利益。所以呢，就是祈愿所有的诸佛菩萨加持，把佛法融入在这心他业力因果智引导进是吧？对，中。中是吧？中。好。业力因果智引导中。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过完年以后看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就再继续讲，到时候好不好？好。今天几号啊？6号。2月6号。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所讲法跟听法的所有一切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愿所有一切高僧大德上师善知识们长久住世，法轮常转，愿所有一切的众生早日获得解脱，早日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所南无有当觉水不让鸟多女尼个占那帮月经学个南觉瓦浪州是本作灵着刚着了修将把吉特然前把东跟的总部对样对象对他看见即是到这完的到当街上的我都是米些不叫我当街见我公然叫的我把提到给我早晚的Zombo Shogura the Moraja, Monam Jeru, the Don Chogo, Tayin Roar, Kala Penki, Kanda Zombo Jambayon,
我送你那马路东我的小送这个送你不行了，东去年门这的不行了，东边的没兄弟不行了。这等我忙了这不哟，干嘛让人们别同你们是吧？这个东妈妈老当真的，你也去哪的得了的。哎呀，谢谢大家！马上要过年了，对吧？对。然后就拜你们早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法喜充满，恭喜发财，心想事成，吉祥如意。谢谢夫妻。哎呀，谢谢大家。个南极万浪之个也，自本自领着康中外。